第一章死囚的越獄要求。想像一下，春光明媚，陽光灑滿大地，正是出門旅行的最好時節。我早已計劃好一趟遠行，心情輕鬆得像鳥兒一樣。可是那天早上，還沒踏出家門，手機響了，是警方特別工作組的負責人傑克，聲音低沉而急促：衛斯理，有個人臨死前要見你。他叫洛智信。洛智信？換了別人，我可以拒絕，可以等旅行回來再說。可洛智信不行，因為他的生命只剩下幾個小時。今天下午4點，他就要被處決。這不是秘密，全城都知道。報紙頭條、電台新聞，到處都是洛智信謀殺親弟弟的死囚，即將執行死刑。那是一樁轟動至極的案子。洛智信是個極其富有的人，自己有巨額遺產，還替失蹤多年的弟弟洛智謙保管另一份同樣龐大的遺產。弟弟二戰時在太平洋戰場失蹤，美軍早已宣告死亡。如果洛智信貪圖錢財，大戰結束後30年，他大可名正言順把弟弟那份吞掉。可他沒有，他始終相信弟弟還活着。他花費無數金錢，派出無數人，在南太平洋一個個小島搜尋，甚至資助探險隊，只求他們幫忙找弟弟的下落。很多人勸他放棄，他總是說：我們兄弟自小感情深厚，只要有一線希望，我就要把他找回來。美軍感動於他的執着，破例借出當年作戰記錄。終於，奇蹟發生了，他找到了弟弟。兄弟重逢，歸來那天，全城轟動。然而3天後，更駭人的消息傳來，洛智信親手把弟弟推下了懸崖，高達892尺的懸崖。7個目擊證人近在咫尺，看得清清楚楚。20多人聽到洛智謙墜落時那撕心裂肺的尖叫。屍體沒找到，海水早把一切捲走。洛智信行兇後呆立原地，像丟了魂魄，任由警察扣上手銬。他幾乎不說一句話為自己辯護。妻子柏秀瓊為他請來最頂尖的律師，3位著名精神科醫生一致宣誓，洛智信神經完全正常，死刑不可逆轉。最折磨人的是動機，他為什麼要殺他？那個他費盡心血找了30年的弟弟。如果他是瘋子，專家說不是。如果他是為了錢財，根本不必等到弟弟回來再動手。這案子曾讓我夜不能寐。我搜集所有報道，也曾猜測，或許他帶回來的不是真弟弟，而是替身。後來發現真相才一怒殺人。可指紋、容貌、軍方檔案全都吻合，絕無可能是另一個人。謎團像黑霧，怎麼也散不開。我以為這輩子永遠解不開了，直到那天，傑克打電話來，洛智信在行刑前幾小時忽然指明要見我，我取消旅行去了。在警局，傑克張開雙臂，語帶嘲諷，歡迎垂死者的救星。我淡淡一笑，他大概把我當牧師了吧。傑克不領情，只說走吧，他的時間不多了。監獄門口，記者如牆，裏面聚集了全城最厲害的律師，全是柏秀瓊請來的，正拼盡最後一絲希望申請緩刑。接待室裏，我第一次見到柏秀瓊本人，他比照片更清秀，更秀氣，蒼白的臉像一張薄紙，卻仍透出驚人的教養與堅毅。他正聽律師說話，聽見我進來，立刻起身，溫文地迎上。維先生，是我，衛斯理。他苦笑，眼裏閃着淚。對不起，打擾了你。他本來誰也不想見，連我都不見，卻堅持要見你。這句話讓我心裏最後一點不悅也消失了。我輕聲說，我會盡力幫他。他哽咽，謝，我相信他是無辜的。我無言以對，只能匆匆走向死囚區。死囚室戒備森嚴，像一座鐵的堡壘。門打開，傑克指向內一指，進去。門在身後砰地關上。室內昏暗，空氣冰冷。洛智信坐在囚床上，蒼白疲憊，
卻仍有書卷氣，眼神銳利而聰慧。他盯着我看了許久，才開口：你就是要見我的人？我點頭，在床邊坐下。沉默片刻，我說：別浪費時間。他突然站起，俯身貼近我，聲音低沉而清晰，像都一樣，幫助我逃出去。我整個人僵住。這輩子聽過最簡單也最嚇人的一句話：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？他連連點頭，我知道。提出來是遲了一點，但直到最後一刻，我才確定你可信。你做過那麼多常人做不到的事，一定也能幫我逃出這座監獄。我深吸一口氣，重新打量他，這人真的正常嗎？我認識逃獄專家，知道700多種方法，對他們來說，沒有逃不出的監獄。他眼睛瞬間亮起，那你答應了？我苦笑，我答不答應是次要，關鍵是你現在只剩不到3小時。我抬腕看錶，提醒他。他臉色慘白，指節捏得啪啪響，聲音陡然尖銳：不，我必須逃出去。為什麼？他粗暴地打斷：別問，你只要幫我就行。我站起，對不起，任何人做不到。外面律師正在申請緩刑，若能拖2個月，或許還有機會。他突然抓住我的手，那手冷得像冰，我都不由得一顫。他顫聲哀求：魏先生，請用這3小時幫我非逃不可，請相信我。我掙脫，退到門口，用力敲3下。門開，我閃身出去。他沒有撲出來，只是發出撕裂監獄的絕望嘶喊：幫我，你一定做得到，只有你能做到。叫聲回蕩，我狼狽離開。門外，警官驚慌奔來：他傷害你了？沒有，我只覺得胸口沉重得喘不過氣。走向接待室，律師們個個垂頭喪氣，緩刑希望渺茫。他們最後的理由仍是屍體沒找到，或許弟弟沒死。可檢控官一句話就駁倒：誰聽過從892尺懸崖摔下去還能活？我心情沉重，正要離開，忽聽一個溫柔卻堅定的聲音：魏先生，請等一等。柏秀瓊。他眼神淒苦，卻仍不直看着我。我們都聽到了他的尖叫，那是絕望的聲音。我知道他向你提出了要求，而你拒絕了。我點頭。他沒有責怪，只輕輕嘆息：謝謝你來看他。轉身欲走，我忍不住低聲叫住他。他要我在最後3小時幫他越獄。他先是一怔，隨即恢復平靜。他既然提出，一定有理由。我相信有理由，可我真的無能為力。我攤開手，強調自己的無奈。他抬眼望我，目光堅定如鐵，一言不發。那目光像在問：你真的完全無能為力嗎？我心裏一震。當然不是。以我現在在警方的地位，至少有3種方法能讓他逃走，但任何一種都會留下鐵證，我必然因協助死刑犯越獄而入獄，或得亡命天涯18年。我有白素，我們剛新婚，幸福像彩燈一樣包圍着我們。我怎能拋下他？我偏過頭，不敢再看他。他低低嘆息：魏先生，謝謝你。他沒有希望了。我唯心安慰，或許緩刑還有機會。他沒再說話，托着頭坐下，一聲不吭。傑克走來問：他找你是為了什麼？我本要開口，卻瞥見柏秀瓊抬頭望我。那一瞬，我改口：暫時不能告訴你。傑克聳肩，掩不住不悅。我不再解釋，轉身離去。